各位兄弟，大家平安。礼拜随要开始，请安静心，将手机关机，也是关到静音。请走啊！既然敬畏耶和华，行伫伊的路下，即号人有福气。你要食你的手着磨所得到的，你要享福，事事亨通。你的某伫你的厝的房内，亲像结济济果子的葡萄树。你的囝儿规蕊伫你的岛，亲像橄榄栽。看敬畏耶和华的人，的确要安尼得到福气。耶和华要对锡安赐福利，你一生要看见耶路撒冷的福气。你要看见你的囝的囝，愿平安归伫以色列。圣诗185首，我信全能上帝。起立，因全首。新全能上帝，万岁我提杯，为他应让他并造成同一体的体位，我心中的祈祷，他们手浪吹我。请大家犹原徛伫，用使徒圣经
来告别咱的信仰。使读圣经伫圣诗的头前，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信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就天打坐着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国活，永远的活命。阿门。会众请坐。三甲来启应，启应文第5篇。伫圣诗后面1003页，也是诗篇第8篇。现着我来启，请兄弟来引。上主，阮的主啊！称赞你的声透到天顶，你起初要塞，封闭敌人。看到你亲手创造的天，人算啥物？你也遐尼关心。你创造人，予伊比天使小搁较低。你指派伊管理你亲手创造的万物，一切的羊甲牛，空中的飞鸟，上主，阮的主啊！你的威严普遍全地。这是甘心压头来祈祷。万权能的爸上帝，阮感谢学罗你的恩典，经调阮诚做恁的囝儿，伫你所定着的日子平安到圣殿，通甲众兄弟三甲组织敬拜学罗你。求主帮助阮，通时时警醒家己的信仰，反省认捌家己的罪过，通悔改，通对罪搁较敏感，减少阮犯罪的机会。阮是罪人，本无配得这个恩典，是你照你大声定着欢喜的旨意，警调阮，白白赏赐阮救恩。你知阮拉三无清气。袂通甲主相合，为着洗净阮的罪过，救赎阮，差派你的独生圣囝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伊并无犯罪，顺坦爸上帝的旨意，甘愿钉死伫十字架顶，流出宝血，互阮通倚靠主耶稣基督的宝血，仰望十字架的大能，称作伊完成救赎。也享受信心来住伫阮逐人的内面，诚侪阮随时的帮衬。求主时时警戒阮的信仰，因为阮有缘会受到恼我情欲的颠盘，伫无警醒注意的时来犯罪。有时也因为对真理无够认捌，无够野，无够真切，会伫信仰行罪顶面产生偏差。独独通倚靠上帝的怜悯，甲信心的引带，来倚靠上帝的话，不断来提醒阮家己，才会当减少得失上侪的机会。求主帮助阮，确信上帝立你万事有绝对的美意甲主权。你袂捌留一项好物，互遐个行做正直的人。恳求主常常引带阮伫圣工顶面三甲有分，互阮的心怀意念甲行做，通甲得救的恩相配合。赏赐阮敬畏爸上帝、尊主最大的心志，靠慕上帝的话语，
勤读圣经，深捌上帝的教示，坚固阮的信仰。祝福阮所敬听的经治牧师、牧师娘，想使因有教业的智慧甲气力，带领桃园教会传道、忠直同工，共心做事工，坚固正会友的信仰，传扬福音，兴旺教会。祝福今仔日的礼拜，通荣耀主你圣名。阮安尼恳求祈祷，是用靠主耶稣基督圣尊名来求。来看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圣经哥林多人后书13章11节到14节，国语和合本260页，台语汉语本212页。哥林多人后书13章11节到14节，现由我来读。11节，兄弟啊！结尾来讲，着欢喜，着完全，着受安慰，着共心，着和睦，就赏赐仁爱、甲平安的上帝，要教恁伫地，着用圣的三针来三请安，遮的圣道拢请安恁。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伫地。愿上帝祝福听伊话、搁去行的人。这时赞美，人们需要主，请圣歌队。
正道最捌是祝祷请陈牧师。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来向大神咱做一届来感谢。天父上帝，感谢你，通过信息的感动引带，会当互咱来到礼拜堂，甲正兄弟姊妹三个组织，要来领受主上帝通过礼拜要予阮的福分。也愿主，你的是拍开阮的心门，照你信息自由的运行，手术互阮个人无共款的亮光以及感动，来加做阮未来生命的工作。阮将以下的时间全然交托伫你。求主你亲自来亲自，我安尼恳求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对服务了后，一直到即马有半冬的时间，主日包括青年礼拜，我已经主持过6摆的即个圣礼典。讲实在，圣礼典即个仪式，会当讲对我来讲，我是算讲是新手。也是讲菜鸟，不过我要讲的是，细汉的时，其实我就会晓背圣礼典一本圣礼簿内底的内容。是安那我会晓背。以及我细汉的时吼，7点到9点主日学就结束，倒来9点半主日礼拜开始，我就是甲我的老爸老母做伙来做礼拜。所以我自细汉就听牧师。读迄本典礼簿的即个内容来主持圣餐，也是讲洗礼，所以听久来，我根本拢向背啊！吼，牧师后一句要讲啥，我拢知影伊要念啥物货啊。总是对较早到现在，咱的圣礼簿、圣礼典的内容其实无啥物改变。检查会感互咱感真无聊，较念就是遐吼。不过现在来回想起来。会感觉讲，其实安尼做有伊背后的教育的即个功能，背后教育的即个功能，只是讲教会即种教育的即个目的拢互阮囡仔摕来调皮捣蛋安尼尔，互阮摕来白目，是安那？因为会晓背嘛，所以主日学的时阵，阮主日学有点心时间，迄老师点心分的出去便所者是安那？阮有诶就足白目啊，饼摕起来，讲这是主耶稣诶身躯，为着恁拍破。迄边仔诶同学可能较紧起讲，陈根志，我等下老师来，我甲老师讲，赶紧把饼食好了吼，将耶稣诶身体赶快消灭，安尼，老师就掠无啦吼。不止安尼啦吼，细汉时阵散会，阮囡仔走来走去遐佚佗，就足白目爬起来。即个位都毋是书会，即个位我起来遮当然我迄时阵无遐悬啦，我就摕迄点的，就手压起来，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不时无读了，丢了即时就冲入来，等紧坐落来，这送的孙啊，这无礼貌、无大无细安尼，这是我自细汉伫教会大汉的即种经验啦不过咱会当考劝咱的囡仔甲青年毋通互伊随便徛遐遮学牧师较袂像我即马安尼。爱足倒，上帝互你后世人拢去足倒安尼不过，伫我受过即个升学院的升学教育了后，我阁重新来思考一遍，讲到底足倒是啥物？啥物货是祝福？啥物货是祝福？谁会当来主持即个祝倒？简单讲。到底甲人祝福的，以及领受祝福，即双方两边的关系的人的关系到底是安怎？只是咱若是对即个旧约圣经有识，我就来普遍安尼来分享者。自亚伯拉罕对4个王的中间，将即个罗德救出来了后，有一个。上帝祭司来甲亚伯拉罕祝福，请问这个祭司叫啥物名？4个名：麦基洗德、麦基洗德。上帝祭司安那，就来甲亚伯拉罕祝福。过来，
亚伯拉罕其实伊嘛有为着伊的囝儿是说祝福哦，吼。亚伯拉罕的囝叫啥名？以撒嘛。哦，以撒伊嘛为着伊两个囝来祝福啊。大囝叫啥名？以扫。细汉囝叫啥？雅各啦，吼。总是请问大囝以扫。细汉囝雅各，请问是谁得到大囝的祝福？雅各，吼，靠一碗啥物货？红豆仔汤，倒布一块肉，互因老爸食呐，得到大囝的祝福。所以，咱会当对迄囡仔即生大囝的祝福来看即件代志，祝福有重要无？最重要哦，祝福最重要吼。等即个雅各伊家己大汉，生12个囝了后。咱知影讲，其中有一个囝，叫其他的兄弟袂去到埃及，迄个叫啥名？约瑟嘛。后来约瑟伫埃及做宰相了后，生2个囡仔。后来因安尼3期了后，约瑟就将伊2个囡仔来带来到即个雅各面头前，吼，会当讲是阿公为家己的孙仔祝福，吼，头仔是老爸为家己的囝祝福，对，即摆是安那？阿公为家己的孙仔安那？祝福当然后来雅各也为着伊12个囡仔，就是后来12支派，一来祝福。总是这是创世纪的这个记载，咱若是看到出埃及记，原本是族长为着家己的子孙来祝福，总是来到这个整个族群的这个方面的话，族群的头会当讲是属灵的领袖。摩西引带以色列人出埃及了后，其实变做拢是摩西伫祝福这以色列民。所以当摩西看去讲，上帝爱以色列人来去会幕、去圣所、去至圣所，当以色列人听上帝的话，都安尼去行，完成上帝的工课的时阵，摩西就为因来祝福。毋但安尼。摩西边仔伊的小弟叫啥名？阿伦敢是受竞选做祭司，做些的工课就是为人献祭。总是上帝讲，祭司除了献祭以外，就爱为人祈祷祝福，总是讲到这，咱若是看摩西五经，咱会发现一个真严肃的问题，一个真严肃的代志。因为上帝捌启示予摩西知影讲，一个人也是一个支派，整个的族群会受祝福，还是受咒诅，拢得看一个人伊有受律法甲诫命无。所以毋是讲一个老爸用伊的囝祝福，阿公甲伊的孙仔祝福，还是属灵的即个领袖、祭司也好，甚至是现代牧师来祝福。祝福了后，你毋通想讲倒来我伫遐等，福气就会来。其实要得到福气，还是得到咒诅，拢完全爱看一个人愿意顺坦上帝的话，顺坦上帝律法甲诫命无。所以上帝通过摩西启示予以色列人讲，咒诅的话、福气的话，拢放伫你的面头前，恁家己去做选择。要得到福气的，就听我的话；你要互上帝咒诅的，你就做你莫听话，做你去做歹。所以一个人伊得到对人来的祝福，注意听哦，对人来的祝福，总是伊搁来要得到上帝的祝福，就爱看伊家己有表现，有要去安尼做无。上帝伊嘛通过摩西的启示，互阿伦甲伊的后代。照安尼来祝福伊个以色列民。我真正读一段经文，咱会发现讲，这段经文其实咱拢会晓背，嘛拢会晓唱。来，我遮来读，互咱听哦。这是上帝启示的哦，讲恁对答了后，一旧约时代恁就爱安尼祝祷哦。愿耶和华赐福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互伊的面会光照你，施恩互你。愿耶和华欢喜的面看你，
守属你平安。有听起来真俗无？咱做礼拜做煞，有当时迄个上用的诗歌，愿主赐福个保护你。好啊，未咧散会，不要紧，先莫唱。迄未散会啊，就是即首诗歌。所以即首诗歌是对即个民数记，上帝启示讲，恁阿拜献祭了，就是用安尼来祝福以色列民。我后来即段经文变做咱即仔的圣诗的安那上用差遣祝福的诗歌。后来当咱看起以色列人过约旦河进入到迦南地的时，新的属灵领袖按摩西一定变做是约书亚哦，变做是约书亚哦，总是约书亚并无改变信仰的传承。约书亚照摩西所讲的安尼。伊照常将摩西传予伊的话安尼讲，伊甲以色列民讲，祝福的话甲咒诅的话，拢摆咧一个面头前。恁若是要得到祝福，恁就听上帝的话；恁若是要去上帝咒诅，恁就做恁歹听的话。所以咱会当发现一件代志：要受咒诅，要受祝福，不管通过对一个属灵领袖。拢是相共款的属灵的原则。咱若是要继续看去到列王记、撒母耳记，咱会发现讲，过去是即个属灵领袖、祭司即当祝福，过来换做国王，嘛当帮人祝福呢。扫罗王、大卫王以及所罗门王，因不只是为着族群咯，伊会当为着整个的国家来祝福。换一句话来讲，国王嘛当成做整个国家的即个祝福。大卫是伊献祭了后，伊就专心来为着百姓祝福。问题是，请问大卫伊敢有起圣殿？一只考试，大卫有起圣殿无？啊是上起圣殿？所罗门王嘛对无？是伊的囝起圣殿，所以当所罗门王。伊将圣殿起了后，上帝的荣光充满圣殿的时，所罗门王伊就跪落来，跪伫上帝面头前，为着伊的百姓，恳求上帝的赐福，恳求上帝的赐福。咱看去对创世纪安尼一直看落去，祝福的代志是拢一直传承。总是来到即个先知书的时阵，咱会发现一件代志。先知拢一直咧讲一句话：上帝福气吼，早就拢备办好啊！上帝福气早就拢备办好啊，拢摆咧一个面头前啊。总是咱来看以色列人的历史，敢有人去珍惜、去弃掉迄个福气，拢无。其实福气拢一定备办好啊，总是无人要听上帝的话，都去行。所以将来无人会当得到迄个福分。那照安尼来看，透过我普普来介绍旧约圣经对即个祝福的即个记载的话，那呢到底是谁会当为着谁来祝福？请问老爸该当为着咱的囝儿祝福，敢会使？较大声的啦，吼不过咱来到这个时代吼，两性平权啊。对无？老母该当为囝儿祝福，所以爸母拢有当为着囝儿安那祝福嘛。透过雅各为着伊的孙仔祝福，所以咱的阿公阿嬷该当为着家己的孙仔祝福，可以哦。所以一家庭内底，咱的长辈，咱敢有祝福这个权柄？有，所以咱得把握珍惜安尼的权柄。透早起来，咱的囝儿时势要去上课也好，上班就好，毋是早顿食饱就出去。你让掠条手牵手安那，为咱的囝儿时势安那祝福。总是若是扩展到整个支派，也是族群的时，其实爱提高到一个属灵的官兵的这个层次。以色列内底，犹太人内底有3个身份是上帝特别用油来抹。
对三个身份，咱讲知影？祭司，啊，倒有先知，啊，倒来咧，君王。来，对我讲一届，祭司、先知、君王。老师下个礼拜要考试哦，人特别去啊吼。这三个身份是上帝直接用油来膏抹。我要讲的是，这三种身份的人，特别会当为着支派、为着国家、为着族群，为因来祝福、来祝祷、来祈祷。而且这三种身份的人，会当随时为人来祝福、为人来祝福。不过，倒转来讲。人所予人的祝福，人所予人的祝福，总是你未来要安怎得到上帝的祝福，这真正爱看人家己要遵趁上帝的话去行无，吼，遵趁上帝的话去行无。所以为你祝福的人，不管伊的身份是安怎啦，是个老爸老母也好，阿公阿嬷也好，吼，还是讲一个即德高望重的人也好。伊为你祝福，当然你感觉即欢喜，总是你真正会得到上帝的祝福无？全然爱看咱家己有要照上帝的话去行无？保罗伊本身真做一个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是专门只研究圣经的，伊是一个研究圣经的律比，也是讲老师，伊绝对知影安尼的属灵，安尼的信仰原则。其实咱若是甲保罗相共款，对旧约圣经，尤其是记载祝福安尼的属灵原则，会当了解的话，今仔日咱所读的这段经文，对咱来讲，其实咱会当真好来了解。咱若是手头圣经也有翻的，吼，咱会当继续掀开来看今仔日的经文。今仔日经文是记载是哥林多后书最后一章后尾的3节。另外，伫即个哥林多后书内底，保罗伊拢自称讲是伊使徒，自称讲是使徒，总是伊所扮演的即个角色，其实甲旧约的先知是相款。咱看伊讲保罗所写的即个批信，伊拢一直咧提醒，一直咧苦劝即个信徒，恁绝对爱听上帝的话，恁着爱照照上帝的话去行，安尼会当。安尼才能得到上帝的祝福。咱若是看规本哥林多后书即个批信内底，咱会发现讲保罗自头到尾拢无咧教导，自头到尾拢无咧教导，伊嘛无任何的神学信仰的论述。规个批内底，伊拢是为伊家己使徒的身份以及伊的事奉去做解说以及辩护。是安那？因为教会内底的人无认即个彼得是使徒，无信任伊的身份，嘛看轻伊的即个做工。总是保罗伊不管拄着教会安那达攻击，信徒安那达误解。今仔日咱看哥林多后书，一个受伤、互人攻击的牧者，写批的到后面。敢是照常为着教会、为着信徒来祝福，敢毋是？所以一个人不管拄着啥物款的代志，咱犹原爱为人祝福，为人求祷，为人祈祷。咱若是看咱今仔日所看到的经文，咱手中拢是中文嘛，对无？总是咱若是知影讲希腊文伊的文化的话，其实咱会当发现讲，即段祝福的话。甲旧约圣经信仰的原则是相共款的。这个祝福的话，其实号做命令句啦、命令句啦，吼命令句。比如讲，伫中文内底，今仔日咱所领受的第1节，保罗爱信徒安那爱欢喜嘛，对无？恁拢爱欢喜，恁拢欢喜嘛，对无？问题是即个是命令句。所以，这个爱欢喜是上帝通过保罗甲咱求讨的代志。那安尼的话，我要来问，请问上帝命令咱爱欢喜，安尼咱平常时敢有无欢喜的时阵？
来，咱平常时有无欢喜的时阵无？咱举手者，来，咱手放落。啊，总是上帝讲，咱爱欢喜，这是命令句的话，就表示讲，咱无欢喜，就是无照上帝的话来行嘛，对无？对无？所以咱爱欢喜无？爱欢喜，甲你边仔人讲，你爱欢喜，爱来笑一下啦，无你安尼就恶面来讲。这是命令句，这是命令上帝爱咱求讨的，爱欢喜，爱喜乐。总是上帝嘛讲，恁爱即个被动，咱知影讲，即个命令句内底有主动甲被动的，有主动句跟被动句。这主动的是讲啥？你爱甲人和和，你爱甲人相听。你爱去甲人和睦，你爱去甲人关心，这是主动句，命令你要主动的，你要主动去甲人和好，甲人相听，甲人关心，甲人关怀，主动，这是命令句哦，命令句。啊嘛有被动的呢，被动句是安那？人敢会忧愁、软弱、伤心的时阵，会嘛？啊，总是咱拢会想讲，靠家己就会当复原嘛，对无？对无？想讲啊无我食一顿青草的，看一下电视，等下就袂伤心嘛？敢有可能？想起来嘛是一下流目屎，安尼气甲要死。所以这被动是要安那？保罗意思是讲，当你若伤心软弱，需要人关怀安慰的时阵，你来祈祷拍开心门，互上来甲你安慰，互上帝，这上帝甲咱命令的哦。咱软弱的时阵、忧伤的时阵，唔通靠家己，爱开放咱家己，互耶稣、互上帝有信心来甲咱帮助，甲咱安慰。所以这个命令句有主动甲被动的。头我讲爱主动去安那，关心人、听人、甲人和好，做是当咱软弱的时阵，咱得安那开放家己安那，互上帝来甲咱帮助，吼，互上帝互咱来帮助。那安尼看来。旧约对这个祝福的这个记载，是甲这个批信所讲的是相共款，拢是持守一个信仰的这个原则。虽然咱拢相共款受祝福，总是一个人要得到上帝祝福，要得到改变，这真正爱在地人有要去付出来符合上帝的要求无？就像个保罗。通过这个批信，但祝福嘛，对无？就讲恁爱喜乐啊，恁爱和平、爱平安啊。总是你若是来到教会，甲人歹看面，无爱甲人请安，请问你会欢喜无？你会和好无？无嘛，咱来付出，上帝恩典较会临在咱的身躯顶啊。所以保罗伊伫11节的所在，咱来看圣经11节的地方。在1节的上后面，伊才写讲，安尼上帝的主爱甲平安，才会甲恁三角地地。意思是讲，一个人伊受祝福了后，伊得主动去关心人、听人、为人设想，软弱的时爱领受信心，甲耶稣基督的帮助。那安尼的时，当你一面对这个忧伤痛苦，你愿意祈祷交托给耶稣，等于来到教会，你看到人愿意甲人打招呼、和好、关心人的时，伫将来、伫未来，上帝的慈悲、疼痛甲平安，较会临到咱的身躯顶。所以，一只意思是讲，你现在所做的，会影响你未来所得到的。你现在若愿意听人，要甲人和好，未来将来你就得到上帝听甲帮助。你现在有机会甲人和好相听，但是你无去把握的时阵，安尼上帝咒诅可能就临到一你。检查上帝嘛无需要大家咒诅，咱本身就会活着无欢喜、无快乐，敢毋是？是保罗的祝福内面。伊应允上帝的听甲平安，将来会临到至哥林多教会信徒的身躯顶。
不过这个将来到底是伫什么时阵？这个将来是在什么时候？上帝的爱与平安，一切的恩惠，要临到哥林多教会。但是这个将来，这个将来是指什么时阵？咱的信用真趣味啊！只要咱愿意甲人相听，甲人和好，主动去关心人，主动去甲人和睦，咱乱了的时，愿意拍开心门，交托给耶稣，互信心的帮助的时，当咱愿意做，上帝平安甲慈悲就要临到一咱。咱什么时阵付出，什么时阵上帝就甲咱撒个地地。咱什么时阵去听人，上帝听到什么时阵临到一咱。安尼咱讲听有？所以咱讲，哦，我受祝福，啊是啊，迄上帝福气拢无来，因为咱拢无行动嘛，咱拢无表现嘛，敢毋是？咱讲，我需要上帝听，总是你甲人无啥听，你敢有感受到听？我需要上帝关心关怀，总是你甲人无结连、无团契，你家己敢受到关心？敢有法度？无。所以自较早旧约时代到现在，安尼信仰原则拢是相共款，拢是相共款。过来保罗有讲，信徒之间的这个请安，这嘛是命令句、命令句。信徒之间的请安是受命令的哦。好，咱今仔日敢有甲咱的兄弟姊妹请安呐？来，即摆互咱一个机会，甲咱边仔人讲平安。平安，这是命令句哦。好，上帝爱咱甲咱的兄弟姊妹安那请安，而且是安那，是要求你爱主动去甲人安那请安。总是这个请安的态度，甲这个出发点，拢是为着圣洁，拢是为着正圣的这个生活。意思是讲，因为咱有耶稣基督的恩典，咱有天父上帝的听，咱有信心的相通印刷，咱嘛为着要伫上帝面头前来称做伊，所以咱愿意主动去甲人请安。咱刚刚讲这个动作真简单嘛，就是请安尔嘛，对无？总是我要讲的是，毋是讲咱讲一句，平安咯，平安咯，平安了后咧，你有要较深入来关怀、来关心无？但问讲，你有需要啥物货，我为你代祷无？一个有信心、充满追求属灵的人，毋是干那讲平安，煞尾都讲我有啥物货会当为你代祷无？一种付出，一种关心。后面保罗伊都讲，所有的圣徒拢甲恁请安。我唔知咱的圣经的版本是安那，有没有写圣徒还是信徒的？写信徒的请举手。信徒的，好，迄可能是迄个新译本，写新译本，好，好写信徒啊，写圣徒的圣徒的无？好来。一希腊文，迄个字是写神圣的 （holy） 的意思 ，holy 的意思。好，当然徛伫保罗迄个时代，被称为 holy， 当然是基督徒嘛。但是我要讲的是，保罗一只伊嘛有强调 holy 神圣的圣徒。保罗会强调讲圣徒嘛，请恁会安，意思是讲恁哥林多教会虽然只有恩赐。只有才情，只有能力，总是哥林多教会还无完全，还无够。换一句话来讲，还无够圣洁，无够成圣啦。所以保罗强调这句是讲，毋是讲恁一间哥林多教会，阁有别间教会，即个信仰团体，都比恁较成圣。总是这个圣徒拢问恁的安，拢问恁的安。这个主日。是三一主日，三一主日是要互咱通过明白爸囝信心三位一体的上帝，互咱通过明白三位一体的上帝，会当互咱的性命每一天会当充满喜乐、平安甲盼望。
因为天父上帝的创造，耶稣基督的拯救，甲信心保惠师的三通引出，互咱会当知影咱的过去、咱的现在、甲将来。啥讲三位一体的上帝，会当互咱的信仰会当有一个较完整的了解。因为咱的过去，咱来回想，是上修饰互咱生命。天父上帝嘛，对无？咱安尼回想起来，是天父上帝照伊的计划安排，伫某一个时间点，互咱来到世间，修饰咱生命。总是咱现在，咱谁会当坐伫遮做礼拜，是因为上的牺牲，耶稣基督的牺牲较稳定，所以咱现在爱珍惜即个稳定。总是伫咱未来信仰的生活加成的即个路途。是上帝感动引带咱来过这个信仰的生活，信心。所以爸囝信心，互咱知影讲，咱的过去、现在、未来，上帝拢甲咱保守，拢安排好。咱的使徒圣经敢毋是安尼？我信上帝，我信圣经耶稣基督，我信信心，就是要互咱有一个较完整对这个信仰的这个明白。所以，当牧师即为咱祝祷的时，咱就会当知影讲，到底是咧祝祷啥物？是咧祝祷啥物？今仔日咱的即个经文内底最后一节，不管你的版本是啥，咱做伙来读一摆好无？应该拢是国语的哈，都是国语的版本。好，咱做伙来读，做伙来领受一摆，请。即句有亲像牧师大概祝祷无？其实就是安遮来。安尼祝祷其实就是你提醒咱，是咱每一个当下，咱是领受啥物款的稳定，是上甲咱拯救代替咱的罪来受死，咱是要安怎来珍惜安尼的稳定？都是上守护互咱性命，将一切福分拢摆咧一个面头前，等咱来领受。可是上会保守咱一路，拢有伊的即个保守、引带甲感动，敢毋是就是耶稣、天父甲信心嘛？当咱每一个礼拜来到礼拜2做礼拜，最后领受牧师的祝福了后，咱要确实来得到上帝的祝福。那安尼，咱来照今仔日保罗所教示的。咱爱常常保持喜乐的心，这是上帝要求的。上帝都要求咱爱常常去关心别人，甲人和睦，就爱咧常常破碎家己，互信心甲咱重新塑造。安尼，上帝的慈悲、疼痛甲平安，才会确实临到咱的身躯顶。所以，咱要安怎来领受上帝的祝福？咱要安怎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我要讲的是，安尼的信仰原则，对旧约到现在拢无改变，拢无改变。不管是啥物人为着你祝福，但是祝福了后，咱得照上帝的话安尼去行踏，照上帝安尼的话去行踏，咱才会当得到上帝的祝福。最后，真正是愿咱会当确实听上帝的话。都确实去行，咱做伙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的圣囝耶稣基督所授予互阮的稳定，会当互阮通过伊来明白你，明白你天父上帝是授予阮生命，阁是生命的源头。都通过耶稣基督，阮知影未来信仰的道路有信心保惠师一路甲阮引带、感动、甲提醒。主上帝，阮恳求你帮助阮，帮助阮会当将你摆咧伫阮面头前的这福分，一切的福气，会当因为阮照你的话来行踏，来得到你平安、慈悲的临在。
愿主上帝你的神帮助阮，会当互阮来到教会时，抱着喜乐的心，彼此关心，彼此帮赞关怀，佮彼此祝福。愿主上帝你的福分临到一阮堂教会。愿安尼祈祷恳求交托，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圣诗505首，我要忠实。会众请起立，吟全首。会众请坐，这是奉献，请林家豪执事、陈秋恒执事来书献。头一摆来教会，袂捌奉献意义的，通免奉献。
会众请起立应奉献的诗。这是来报告大先来看今仔日的经句，伫周报上后面，显着我读一遍，请兄弟读2遍。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一情真诚，搁愿恁的神甲魂以及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国来的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帖撒罗尼迦人前书5章23节，请。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一情真诚。我愿恁的神、甲魂以及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国来的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帖撒罗尼迦人前书5章23节。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一情真诚。我愿恁的神、甲魂以及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国来的时，拢得到保全，无贪嫌。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23节。请因开周报头一页，青州3场礼拜甲主日学出席的人数甲奉献金额，请兄弟家己看。本主日甲下主日国语场、台语场礼拜服侍当天，请家己注意。周间各团契聚会的时间、内容、地点，以及主理的同工甲青州聚会人数，请兄弟家己关心来踊跃参加。教育部备办侪信仰课程，以及主日学聚会的时间、课程的内容、聚会地点，以及讲师甲精简的人数，请兄弟家己看。家庭小组是每礼拜3暗时，伫各小组的聚会时间、甲同工联络电话以及顶招的人数，请兄弟家己看。请兄弟踊跃参加，就近来参加家庭小组。各小组代祷的事项，请兄弟家己参考，关心代祷。顶主日奉献的明细，若毋对的，请用中日来更正。消息报告：本主日是总会事工奉献的主日，请为这个事工来关心代祷。下晡1点，伫701教室要召开下半年事工协调会，听总职以及团契的首长、辅导出席参会。结束要煞开6月份中职会，请中职出席参会。下主日中昼12点，伫701教室要召开关怀部会议，请部员出席参会。下主日1点半，下晡1点半，伫705教室要召开行政部会议，请部员出席参会。小会消息：下半年度教会小组更新做8组，对早场的献诗以及爱餐、洗菜洗碗的服侍，因为是过渡时间，原则上是照原来的5组来服侍，也有下面的配套的设施。早场献诗的安排，以及洗菜洗碗的服侍，请各团契家己来注意服侍。
教会消息，今年度夏季学校生活营时间是7月12拜3到7月15拜6，费用一人300块，欢迎兄弟踊跃就厝边隔壁的囡仔来教会参加这个生活营，费用一人300块，报名到6月25早止。妇女团契甲夫妇团契野外灵修，时间定伫即个礼拜六6月17号8点半。主理灵修是赖传道，费用是每人500块。报名到今仔日早止，请朱美玲姊妹来报名。7月份要正式来实行新的8区教会小组的聚会，请各区的区长以下教会名称统一的名称来组入咱的群组，邀请会友踊跃来加入，方便通知事工踊跃参加聚会。教育部第5期社区会议班对6月24开始，伫每礼拜六早起10点到11点半，伫705教室来上课。欢迎兄弟踊跃报名来参加。报名请向简陈执事也是干事雨桐来报名。平安7月节音乐会时间定伫8月26拜六暗时7点半。欢迎兄弟踊跃招厝边隔壁来参加，也为这个事工来关心代祷。告解消息：德中小神言约拿书，请有兴趣的往办公室来报名。时间是7月14拜5到16拜日。2017年幸福家庭经文活动，幸福伫阮兜。详细说明，请兄弟家己来参考，踊跃来投稿。收件的为今仔日开始，一直到6月底来查止。补充报告：具体的消息，本会朱崇庆兄弟伫6月10号蒙主温调，并伫当日的早起8点半，伫中立殡仪馆举行临终祷告。请兄弟继续为了煞尾的一寡礼拜、安息礼拜、个别礼拜以及遗族来代祷。以上，请牧师补充。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牧师一只做介绍以及补充报告。大先一只来介绍第一届来到咱中间的兄弟姊妹，才有一位林淑美。林淑美姐妹，是咱后壁，伊是即个知君的妈妈，知君你也一起起立，伊是知君的妈妈出来，咱做拍拍大迎欢迎，好，谢谢，请坐，好，请坐，咱等下伫爱餐的时阵，咱会当帮忙来协助来甲交代服侍，好，一只要来即个补充报告，就是头过第7页。本主日的部分有讲到，咱下晡1点要来召开2017年下半年度事工的即个协调会，毋望咱的中职团契的即个首长，也是讲辅导一定爱出席来参加，方便咱未来不管是事工、聚会安排，也是讲资源的即个分享、资源的分享。方便咱之下做一个上好的协调以及安排。是咱等下，咱看到小会的消息，即有讨论出即个早场献诗安排甲洗菜洗碗的服侍。等下即个协调会，嘛会照安尼的安排来做即个协调，甲讨论。好，倒来第8页，教会消息有讲到，妇女甲夫妇团契野外的灵修。头挂嘛有补充报告讲，基崇信教授因为伫早起是5点外蒙主温调，即马嘛是伫甲家属有做一个联络甲协调，所以6月17
6月17的即个耶和华灵修，敢是即个时间会搁另外搁甲提醒，甲提醒，有该时间无该时间，拢会甲提醒。嘛，毋茫咱继续为着季崇信教授的遗嘱，咱大因大岛一起关心，大岛较关心。以上一只做补充的报告。上言圣诗390首，阿罗天父万福本源。会场请起立，上言煞请牧师祝祷。咱做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信心的相通引带，帮助咱会当常常来读上帝的话，佮照上帝的话去行，互上帝摆咧伫咱面头前所有的福分，拢临到一晚每一个人的身躯顶，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会场请坐，祝歌。电乐灭倒煞，请牧师举行平安礼。
咱做伙起立，彼此握手请安。